弟子知错，请师父息怒。知错？可你看看你张小凡，现如今这腰板儿也直了，说话呢也不结巴了。想当年为师收你为徒的时候，那唯唯诺诺的样子，跟现在比起来，简直是判若两人呢。今天的事情你也看见了，大家伙都在为你背黑锅。如果你觉得真是过意不去，那就把之前的一桩桩一件件，当着大家伙的面说清楚。师父，无论小凡走到哪儿，都永远是青云门的弟子，与邪魔势不两立。既然如此，今夜你就下山，把那妖女的头给我带回来。哼！小凡，师父在气头上，你别着急啊。好了，你坐下吧。大家先吃饭吧。好了好了，大家坐下吃饭，坐下吃饭。师娘，师兄，你们先吃，我去向师父赔罪。对不起，师父。老七啊，你长大了，你也变了。为师说你变了，并不是指功法之事。其实很久以前我就知道，你这个人呢，要是不想说的事情，就算把你杀了，你也不会透露出一个字。可是你知道吗？今次与以往不同，你知道你自己闯下了多大的祸事吗？你知道不知道？你令大竹峰，你令整个青云，陷入了怎样的一番境地？是弟子不好，给整个师门添麻烦了。老七，我还是你师父吗？是。师父的养育之恩，弟子铭记于心。好，既然你还认我这个师父，那我问你，你这一身的天阴功法，到底是怎么得来的？今晚之事，你不能对任何人说，就算是父母也不能说，否则会有大祸。你懂了吗？师父，弟子答应了那个人，不能说。不能说？有什么比师父、比师门在你心里还重？你为了信守诺言，那你对师门的承诺呢？张小凡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你将来如何立足于江湖？你一个青云的弟子，身具两派的功法，掌门会轻易的放过你吗？天阴阁会就此善罢甘休吗？是弟子不好，可是弟子至少问心无愧。你的问心无愧，使多少人需要付出代价？
为了信守你什么狗屁的承诺？难道你要放弃大珠峰？你要放弃师门？你要放弃我整个青云吗？孽障！孽障！是弟子的错，师父可以把弟子交给掌门惩罚，就算弟子死，也在所不惜。师姐，你的伤怎么样了？只是小伤，很快就好了。师姐，有什么话你就直说，咱们俩之间无需遮遮掩掩的。小凡，刚才我爹肯定只是说说而已，难道他还真的让你去鬼王宗杀人啊？可是，你怎么那么倔呢？表个态怎么都不愿意啊？我不想欺骗师父。你不会真的是喜欢鬼王之女吧？你怎么可以这样呢？你忘了你是青云的弟子了？师姐，我已经下定决心，不再和碧瑶有任何的牵扯。但是我问心无愧，我从来没有做过任何背叛师门的事情。你喜欢她就是一种背叛，你怎么那么傻呀？魔教心肠歹毒，阴险狡诈，她又是鬼王之女，她怎么可能真心喜欢你？她只会是在利用你。师姐，碧瑶她不是那样的人，你不了解她。张小凡，你们俩究竟发展到什么程度了？你要这样护着她？难道就因为她是鬼王的女儿，她就一定是恶人吗？我很清醒，她是否对我真心，这一点我比谁都知道。所以呢？所以你就为了她背叛师门？师姐，难道你也不相信我？你跟鬼王之女两情相悦，你让我怎么相信你？你身上发生那么多奇怪的事情，你都不肯解释，你让我怎么相信你？你知道每一次齐师兄问起我来，还有通天峰的师兄师弟们说起你来，我是怎么回答的吗？现在你让我被他们笑话，你让整个大竹峰被大家讥讽，根本就抬不起头来，你知道吗？我错了，我只有一条命，谁都可以来取，只要能还你们清白，还整个师门清白。
好生胆大，竟敢潜入我青云重地，对诛仙剑下手。师兄，而且此人不仅可以随意出入后山，还能用本门的玄清道功法打开幻月洞之门。那小灰猴正是张小凡豢养。我看这贼人多半就是张小凡。这绝无可能。张小凡昨夜就未曾踏出我大珠峰半步。那他半夜为何会出现在祖师祠堂？我看就算不是他，也必定是他和贼人串通在一起，然后派小灰协从。小灰乃是一只顽皮的猴子，小凡关心林惊羽，所以派小灰前去送信。那信呢？你嘴里说的信呢？天师弟，祖师祠堂乃是本门的重地，从来没有出现过半点差池，而你的徒弟一回来，却屡屡惹出祸端。我看刘伯山也是他的苦肉之计吧。依我看来，他根本就是别派的奸细。到如今身份即将暴露了，所以他就狗急跳墙，要对诛仙剑下手了。苍松师兄，张小凡回到我青云之后，你对他是步步紧逼，将所有的矛头都指向他一个人，恨不能所有的罪责都让他一个人承担。师兄啊，我真的不明白，他张小凡到底哪里得罪了你？你如此的厌恶他，莫不成你是要置他于死地？天师弟，并非是我要针对你的徒弟，而是自从我执掌戒律堂以来，戒律严明，从来没有出现过任何的差池。而他一来，却屡屡犯事。掌门师兄，此子身上疑点重重，不得不防啊。天师弟，苍松师弟言之有理，这张小凡确实有些嫌疑。如今诛仙剑被觊觎，咱们青云上下需要严加戒备才是。至于这张小凡嘛，我看必须马上把他押入戒律堂，对他严加审问。掌门师兄，林惊羽受化一事尚未查明，我看不如将张小凡先押往祖师祠堂，与林惊羽关押一处。如此一来，或许能够探查他们到底与此事有无瓜葛。好，就这么决定了。靖宇，小凡，靖宇，你的伤怎么样了？早就好了。刘伯山的事，我已经听师伯说了。你怎么样？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定海庄分别的时候，我不是跟你说过，等我回来，由我向掌门禀明实情吗？你看，你替我背了黑锅，还受了这么重的责罚。你是我唯一的兄弟，我当然保护你了。可是，好了，别哭丧个脸了，我这不是好好的吗？我和万师伯一起在这里清修，远离是非，没有烦恼，这比之前呢，可轻松多了。哎，你怎么来了？虽说此次张小凡犯下了弥天大祸，但是我坚信，他欲盗取这诛仙剑，绝对
不管他隐藏的多深，早晚会有露出马脚的那一天。我把小凡送到你这里来，名义上是以嫌疑人扣押，实际上也是为了保护他。这一次，要是贼人再次现身的话，就不会有人怀疑张小凡了。小凡在你身边，也可以帮助你一起保护诛仙剑，以防备真正的盗贼出现。我看林惊羽他的功法也恢复了不少了，加上小凡，你们3个人联手，只要躲在暗处的奸细一出现，你们就可以将他一并诛之。那夜，蒙面人的出现，其实就是为了打探诛仙剑的下落。他只要查到了诛仙剑的下落，肯定会再次窃取。我们只要做好头阵，盗剑之事就交给他吧。怎么，你担心他？不，青云高手如云，萧逸才虽已打探到消息，但打草惊蛇，青云必有防备，只怕他一人前往，难有胜算。他一人前往，自然是不成。我会安排旁人协助他。我们很快就要到青云了，金姐姐，你真要去吗？去。姐姐是想见金羽。我对他从来都没有过痴心妄想，只是听说他受了很重的伤，想去看看他没事就好。我也想去见小凡，可是我不想去青云。你是怕到时候与他敌对？我怕到时候我不知道是该帮爹，还是该怎么办。碧瑶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是来向你辞行的，我要先行前往青云，盗取诛仙剑。还有谁去？宗主正在派其他高手与我同去。那我现在就去向鬼王请命，一起去也好有个照应。要说这2厢情愿也就算了，这1厢情愿的也要去送死，真是愚蠢。愚蠢的人是你，先是抢玄火剑，再是盗取诛仙剑，你以为你有几条命啊？命只有1条，几时丢了也就没了。你是多怕毒神呐，这么甘心为我爹效命？我是在为你效命。我跟你没什么关系，少拿我当借口。哎。总是这么着急和我撇清关系，难道我就真的这么让你讨厌吗？没什么事的话，我就不奉陪了。碧瑶，我这次去青云，怕是9死1生。看在我帮你爹，又曾经一路同行的份上，陪我喝一杯，全当是践行酒吧。怎么，怕我下毒啊？放心吧，青龙也会作陪的。我有什么好怕的？兄弟，你可一定要小心呐！盗不盗得了诛仙剑，你都要保命出来。这世上真正关心我的人，也就只有你了。
想到青云山去掉诛仙剑，恐怕没那么容易吧？自然不会容易。不过我们的人已经查探到诛仙剑的具体位置，而且整个后山只有一老一少把守。若是把握时机，也并非没有成功的可能。放心吧，不会是那张小凡的，你不用担心。如果真的是张小凡守诛仙剑，该担心的人是你吧？如果我遇到了张小凡，你是希望我替你爹盗回诛仙剑呢，还是希望我被张小凡抓住，或者被杀了呢？免得我再来烦你。你爱怎么杀怎么杀，我不想知道。碧瑶，哎，你又不了解他的心事，不如让他喝醉了，也少一点痛苦。碧瑶，等咱们到了青云门，你如果不想和张小凡敌对，唯一的可能就是劝他放弃青云弟子的身份，投靠我们。让他放弃青云，还不如杀了他。即使如此，他只能是我们的敌人。不是他死，就是我亡。你去不去青云，结果都一样。青龙大哥，你说的我都明白。可是你让我怎么做呢？难不成跟你们一起杀上青云，去杀掉张小凡吗？我做不到。青云弟子，他们的命是人命，我们鬼王宗的人也是一样。这一战不知道要死多少人，值得吗？碧瑶，各派已经集结，如在弦之箭。此时此刻，你再要想后悔，已经没有退路了。是啊。也算是不错了。来，我敬你们。师伯，弟子知道诛仙剑乃是我派至宝，可它究竟何其来历？您知道吗？数百年前，第一次正邪大战之后，魔教和青云门的关系十分紧张，而七脉之间新老辈分的关系也十分复杂。当时青云的掌门，也就是我和师兄道玄的师傅天成子，想把诛仙剑传授于我。
并命我接任掌门。 可是，那次正魔大战，青云门折损了多名弟子，我因私情而犯下大错，被师父责罚。师兄道玄接任掌门，而师父因使用诛仙剑，耗损修为，驾鹤西去。此后，我被前往祖师祠堂，看守诛仙剑。诛仙剑威力巨大，但会折损持剑人的阳寿，所以。 轻易不得使用。青玉，现在你该知道看守祖师祠堂的意义了吧？弟子定会全力协助师伯，守卫祖师祠堂与诛仙剑。小凡，你师父把你送到我这里，并非是责罚于你，而是委以重任。弟子明白。 请师伯放心，弟子愿付出生命，去保护好诛仙剑，绝对不让它落于敌人之手。小凡，啊，师父，为师来看看你，在这里是如何修行的。师伯命弟子白天打扫祠堂，夜里抄写青云心法，不敢怠慢。好。师父前来是告知我，师门将如何处置我。小凡呐，若是掌门责罚于你，你可否会心生怨怼？ 弟子不敢。弟子愿意即刻前往玉清殿，向掌门真人解释。若再不解，把我交给焚香谷、天音阁处置。我不愿再拖累师父，让大珠峰蒙羞。张小凡，难道我就这么顾忌大珠峰的脸面不成吗？你知不知道？ 现在我青云已陷入到何等的危机当中！现在的状况是扑朔迷离，很多事情已然是不系于你一人之身。如果不能及时解决这内奸之事，那我青云将会陷入绝境之中。你知道不知道？你如果还认为我是你师父的话， 接下来的一切都要听从我的安排，不要再肆意妄为、胡乱行动了。是，师父。你食粮，让你们熬着喝了。不用麻烦了，我的伤已经好的差不多了，不需要再吃药了。这是师父过来的时候，师娘特意让他带过来的，给我们补身子的，必须喝。
我以前错怪了你师父，他和你师娘待你真好。可是我总是让他们担心。自从来到青云门之后，就没有一刻让他们舒心过。或许以后会更让他们失望吧。小凡，怎么了？你说鬼王宗来盗取诛仙剑，碧瑶会不会来？当然不会。可是我听说，鬼王想收你当女婿，这也许是鬼王宗的离间之计。还是你懂我，但是他们都不相信。小凡，那你真的可以放下碧瑶吗？我会放下的，我也一定要放下。青云，你还记得我们在于都的时候演的那场戏吗？记得。剑一和凤梨，难道是？没错，我猜就是师伯讲的自己的故事。他告诉我们诛仙剑的来历，说当年因为私情而犯下大错。或许他就是在提醒我们，当私情与大义不能兼顾的时候，一定要做出选择。所以你选择和碧瑶分开，返回青云。这里有师父师娘，有师兄们、师姐，还有你，我当然不会放弃。而且，我跟碧瑶不会像戏里所演的那样，抛开世间一切，相依相守。养伤的这段时日，我一直在想，若这世间没有恩怨，无正魔对立，是不是大家都能够过得舒心一些？我也是这么想的。如果这世间没有仇恨，没有杀戮，我愿意付出一切代价。我曾经念念不忘灭村之仇，一心苦心修炼，没想到最终大仇未报，反而被废去了武功。我不知道这件事情，如果我知道的话，我一定跟你一块儿回来。我倒是庆幸，你那个时候没有跟我一起回来。说实话，刚失去功法那会儿，怎么会没有怨愤和委屈呢？但是在万师伯的劝导下，让我明白了很多事情。学习功法到底是为了什么？什么是正？什么是魔？冤冤相报何时了？小凡，你是对的。你比我想的更多，比我看得更远。学习功法，是为了这个世上不会再发生像咱们遭遇的那些事，是为了保护、珍惜我们身边的人。师伯，师侄来了，是你师父让你来的吧？我来是想问问师伯，小凡的情况。承蒙你还这么关心他，雪琪啊，其实我也一直想问你一件事儿。你和小凡一路同行，
失职。感谢你对小凡仗义直言。人生在世，但求无愧于心而已。小凡始终坚持本心，方是难得。你如此的坐立不安，是担心魔教再回来？师伯，你怎么知道？该来之时，就算你如何的心惊胆战，他还是会来。所以，不如淡然处之。师伯说的是，魔不是魔，正不是正，魔即是魔，正即是正。魔由心生，世间种种，大多因执念而引起的。你的心中，又何尝没有执念呢？师伯提点的是，连金羽都放下了，我又为什么还放不下呢？小凡，你今后的路该如何选择？要你自己考虑清楚之后，才能走下去。今天晚上，我会带着你们2个人去到后山，但是我不能够暴露身份，能不能拿到诛仙剑，就靠你们2个人了。好。阁下身上居然有7尾蜈蚣的味道，没想到阁下居然携带了如此厉害的毒物。不关你的事情，不要瞎问。真的今晚就去？鬼王很快就到，再不动手，便来不及了。等拿到诛仙剑，也有筹码继续跟鬼王合作。你真的觉得我们能够拿到？能不能，咱们都要试这一次。我知道你是想去见林惊羽，可别因为私情耽误了大事。不过，如果林惊羽知道你是来盗取诛仙剑的，他是不会放过你的。孰轻孰重，我自有把握，无需你来提醒。我是担心有些人见了自己的心上人，一时柔肠百转，拖了我的后腿。我是好心帮你，你若是信不过，不如早些一拍两散，免得弄得彼此不愉快。你愿意与我铤而走险，我自然是感激的。刚才那番话，不过是好意提醒，你别见怪就是了。你拿走碧瑶的合欢铃，是想做些什么？我借走合欢铃，自然是为盗剑所用。剑说的可真好，你是想威胁张小凡吧？好让他睹物思人，然后放你一马吧？我当然没这个指望，不过，只要能让张小凡不开心的，我都开心。
景宇，留下跟师叔守剑。老七，看什么？还不赶紧追！靖宇，张小凡为什么把那2个魔教的人放跑了？他们是不是认识？小凡没有。师傅，小凡，这么轻易就中了埋伏，可见青云首座也不过如此。哎，你那徒弟好像也不是我们的对手。不过，他是我们鬼王看中的女婿，我们是不会对自己人下狠手的。哼，张小凡绝对不会与你们这帮魔道中人为伍的。哦，那他怎么听到了碧瑶的铃声，就失魂落魄、心猿意马了呢？碧瑶人还没到，他就已经变成这样。若是活生生的站在他的面前，他又怎会忍心下手呢？所以，张小凡迟早是我们鬼王宗的人。住口！你这是挑拨离间。多说无益，我们就拭目以待吧。好了，别把他打伤了。我们走了。师傅，别管我，快去追他们！您伤得这么重，先止血吧。师傅，孽徒，难道你对他们手下留情了吗？他竟然错失如此良机，放走秦无言。田师弟，你还有什么好说？这摆明了是张小凡勾结魔教，里应外合，盗取诛仙剑。萧逸才、齐浩等弟子亲眼目睹，证据确凿。难不成田师弟，你还想包庇你的徒儿，继续为祸青云吗？掌门师兄，的确是小凡大意了。本来我可以一举将秦无言等人抓获，可谁知冒出一个神秘之人，而且这神秘之人的功法十分了得。我不慎受伤，小凡也不是他的对手，让他给逃脱了。掌门师兄，当务之急是要查清楚这神秘之人他到底是谁。哼，神秘之人，田师弟，你为了庇护你的徒弟，可真是煞费苦心呐！编出这等幼稚的说辞来。我问你，是不是张小凡放走了那2个盗剑之人？这是不是真的？是不是他在2个贼人即将要被抓住之时，一念之下又放走了他们？这样的叛徒行为，有谁会相信他不是叛徒？师尊，师尊，陆雪琪师妹查探到消息，魔教鬼王宗率领魔教各派大举逼近青云，一路上声势浩大，还有不少魔教妖人加入，现已闯入河阳。怎么，河阳已经失守了吗？不是派弟子去巡查了吗？魔教秘密潜入，师弟们猝不及防，伤了不少人。还好陆师妹及时赶到，已带众师弟们撤回青云。一猜，
你马上通知各脉首座长老弟子严加戒备，准备应战。是。祖师祠堂关系重大，绝不可再有半点差池。天师弟，必须马上处置张小凡，不要再拖了。掌门师兄，大敌当前，切莫妄下决断。还请掌门师兄宽宥，先将小凡囚禁，我自会问明缘由。好吧，那张小凡就由你看着，可不能让他跑了。掌门师兄，这田师弟和上次一样，一意地包庇张小凡。我看就算再问下去，也不会有什么结果。我们现在无法废掉他身上的功法，因为他身上有着天音阁的功法。如果将他杀死，便就死无对证了。我们也不好向天音阁交代。杀不得杀，放不得放。留着，也是徒增祸害。唉，究竟该如何是好？我看不如这样，请天音、焚香两派主事前来，让他们来审张小凡，就看大家怎么办。而咱们青云呢，既不徇私，也不偏袒，这样也算是把他交出去了。对他们两派也有个说法。至于最终结果，是生还是死，是废去修为，就看三派如何决定了。三派会审，倒也不失公允。好，好像要下雨了。小凡已在外面跪了一宿了，要是淋雨的话，身体肯定会顶不住的。不行，我得给他送把伞。我跟你一起去。好。别去了。娘。是娘。你爹让小凡长跪思过，就是要了断他与魔教的纠葛。这次他若想不明白，下次要再犯错的话，连你爹也保不住他了。雨声看花开几行，看昨日怎么只是轮廓。我醉在尘世中，恍然若梦，睁开眼时光交错。情开一朵，爱难临摹，用我一生陪你挥霍，守到恒星都坠落。宗主，那神秘人功法了得，竟不逊于田不易，不知此人是什么身份？这个你无需知道。你们俩也算是新一辈中的高手，居然连幻月洞府的边儿都没挨上，着实让人失望。若非田不易设下埋伏，又有张小凡从中作梗，我等才未得手。在祖师祠堂中，除了林惊羽和张小凡，还有何人？我等交手之时，曾在祠堂内看到一灰发白袍之人，但未曾露面。对了，田不易好像称他做师兄。
灰发白袍，师兄。师伯，这次因为小凡的疏忽，致秦无言脱逃。掌门和我师父肯定不会轻易放过小凡的。无妨，只要内奸之事一日不查清，天不一是不会让掌门杀了张小凡的。魔教妖人竟如此大胆，竟敢前来盗取诛仙剑，只怕还会再来。该来的就一定会来。青羽，若是有一日我死在了魔教之手，那么祠堂和诛仙剑就要由你来保护了。我拿你的精灵去炸张小凡，你不生气吗？我以为你会打我一掌，甚至捅我一刀。我人站在面前，都说服不了他。你就凭一个精灵，就想动摇他？你也太看轻他了。我不过是想看看，在他心里，你究竟有多重要。你都自身难保了，还想看戏？你就那么想知道我们的结局？是啊，你大概不知道，当日你跟张小凡在余都戏台拍戏之时，我也曾在场。那时的你，便如同那戏中的女子，光彩照人，率性而为，仿佛这世间的一切，只要你想，便可因你而改变。可惜那个傻子，却不能因我而改变。你既然知道，为何不干脆放弃？你不是说，人都是惜命的吗？而他，就是我的命。碧瑶，世事如棋，命运无常，你还是回胡岐山吧。多少钱？你谁啊？为什么拿石头骗人？临前收气，当面点清，过后概不负责。你自己没看清楚，问谁啊？快把东西还给我！想要啊？啊！自己来拿呀！少主，哎，青云山下大战在即，您能不能别到处乱跑啊？少主，您去哪儿啊？别跟着我啊！
碧瑶，傻子，怎么不躲远？你不该来，太危险了。我知道我不该来，可是你在这里，我不能不来。喏，拿着。这是什么？以后我要的时候记得还给我。从我最初来到青云，到与你相识，这一路以来，我自认为行事磊落，无愧于心。可是不知道为什么，现在所有的罪名都加在我头上，说我勾结魔教，协助妖狐，背叛师门，伤及同道，盗取诛仙剑。他们不容我辩解，也没有人愿意听我的任何解释。我不明白我到底做错了什么。难道现在的青云真的没有我的容身之地了？既然青云没有你的容身之地，那你就不要留在这里了。小凡，跟我走吧。我愿意叛离鬼王宗，离开我爹。我们不要再管这些是非恩怨，我们一起浪迹天涯。碧瑶，我曾经说过这件事情我不能答应，到现在我依然不能答应。张小凡，你是不是不要命了？你明明知道青云门不会放过你，为什么还要苦苦撑着？师门将我养育成人，若不是师父当年把我收留在大竹峰，我连容身之处都没有。我的一身功法都是青云所授，活下去的机会也是青云给的。如今师父向我苛责，掌门将我重罚，我依然不会离开青云。你只顾自己师父师门的情谊，丝毫都不会顾及我的感受吗？如果我有选择的话，我何尝不愿意跟你远走高飞？可是现在我没有这个资格。我的命是师父给的，如果他想要回去，
我也无怨。好吧，就算你以后恨我，今天我也要带你走。还敢来青云门？为何不敢？我来就是带他走的。掌门和师叔本来就怀疑他跟魔教有勾结，此次你来青云，就更加证实了他们的猜疑。你这是害了他。他们怎么想，我不在乎。可张师弟在乎。刘伯山一事，的确是本门之过，还烦请贵派掌门稍安。我想用不了几日，我们便会给正派中人一个满意的答复。道玄掌门，实不相瞒，这一次门中派我前来，乃是想请求两位勿要废去小凡的修为，从轻发落。这是贵派掌门的意思，还是你的意思？是毕派上下一致的想法。半载之前，我师兄与他匆匆一面，见他心地善良，亦是可造之才，便以天阴功法助他疗伤。而这次刘伯山再遇，这少年修为更进，且心怀苍生，果敢坚韧，来日必是我正道抵挡魔教的栋梁才俊。普方师兄啊，你对这个逆徒有这么多的溢美之词，不会像是外面传言那样，是贵派派到我们这儿来，偷学我们青云功法的吧？绝无此事。天阴青云交好近1000年，贵派青叶祖师仍在世之时，你我两派便已共同进退，怎会做出此等之事？刘伯山，我未曾亲至，所有的事情，俱是苍松师弟跟田不易师弟转述。一个青云弟子，居然身兼天阴阁的功法，这件事情，怎么也瞒不过众多的天下正道之士。就算你我两派就此算了，可外面的人，又会怎么说呢？在下可否见见那张小凡？那既然如此，按照本门的戒律，这个逆徒不但与天阴派有扯不开的干系，还与焚香谷、玄火剑丢失一事有关。玄火剑失窃，老朽坚信，小凡绝不可能参与其中。是与不是，要看云逸兰的意思，就不劳您再费心思了。这张小凡脾气十分的倔强，就连他的师傅都问不出什么，所以由苍松师弟提议，我青云召集3派盟友，与通天峰上一同会审，到时候大师可以亲自去问他。现在小凡正在后山受罚，为了避嫌，还请大师再多等几日。师尊，魔教妖女去后山竹林私会张小凡。什么？妖女如此大胆？师兄，我先去会会她。走。魔教入侵，青云危急，他会跟我们在一起，共同面对的。他伤还没有好，被你们当作弃徒一样弃在这里，还说什么共同面对？小凡，我们走。住手！陆雪琪，张小凡呢？必是同那妖女一起逃走了。他竟敢背叛青云！小凡并无。够了！现在大敌当前，这等丑事不许再张扬出去，免得毁坏我们青云的名声。是。走。小凡，小凡，阿相，你干什么？
我回去。你听我说啊，阿强，我知道你是一番好意，可是我不能走。小凡，是我师父天音阁掌门普弘要见你。我被罚在竹林4国，不能离山半步。我绝对不能背叛师门。他有什么事情，就直接跟我师父说吧。你还记得当年在草庙村遇见的那个人吗？他是我师叔普志。小凡，对不起了，师父交代过，一定要带你回去。那妖女冲上山来，就这么将张小凡带走，完全没把我们青云放在眼里，简直是欺人太甚。田师弟，当初你说过什么？你可都还记得？田师弟，当日你信誓旦旦，保证不会再出岔子，我才放你的爱徒离开。如今魔教可是欺进山门来了，你该如何应付？掌门师伯，小凡不是被碧瑶带走的。他们最后一道金光，那不像是魔教的功法。不是魔教，会是谁啊？陆师侄，你不要因为和小凡相熟，就在这里替他辩解了。陆师侄只是说了实情，他并未偏私。小竹峰的弟子，向来谨守戒律。这一大清早的，陆师侄跑去竹林，不是同情张小凡，又是什么呢？苍松师伯，我是担心张小凡，所以才去竹林。他是我师弟，又曾数次不顾生命危险前来救我。我相信他。你相信他？张小凡与那妖女沆瀣一气，你竟然还会相信他？我真是没想到，水月师妹教出来的徒弟，竟也会这样正邪不分。苍松，说我徒弟的事情，不要牵累旁人。够了。田师弟，我始终念着，当初张小凡和林惊羽上山之时，他们孤苦伶仃，我心中存着怜悯之情。你更是为他们极力开脱，可现如今人已经没了，三派会审之时，你要如何应付啊？掌门师兄，何为三派会审？什么时候的事情？我怎么不知道？经我跟苍松师弟决定，张小凡再不能视为我青云弟子对待。你既身为他的师父，没有问出端倪，那3日后，为了给焚香谷和天音阁一个交代，将请来云一兰跟普空一起审问他。到时候结果如何，我青云绝不包庇。二位师兄，此事因我门中之人而起。我这个当师傅的，责无旁贷。三派会审之时，我田不易一定会准时前来。
灵儿，灵儿，灵儿，你去哪儿？何阳，把师弟救回来！你疯了！站住！齐师兄，小凡是不会被判师门的，肯定是被妖女迷惑了。我要去救她。灵儿，前日在祖师祠堂，我亲眼见他放走魔教妖人。昨夜他又私会魔教妖女，逃离青云。这已不是受迷惑便能开脱的。他背弃了你们，叛离了青云，这已是事实。你不要再相信他了。灵儿，是他色令智昏，铸成大错，这不怪你。不，都是我不好，我没有看好他。昨天下那么大的雨，我就应该去陪他，这样他就不会被妖女给带走了。连陆师妹在都没拦得住他，何况是你？就算你现在去了河阳，他身在魔教，你如何相救？万一你落入敌手，你让你爹娘还有我该如何是好？难道你忘了当年的炼血堂之事？可是……好了好了，别难过了。如今之计，唯有当我们打败了魔教妖人，再将你张师弟救回来。可是他现在已经被妖女给迷惑了，他要是再被利用的话，背叛师门，那怎么办呢？张师弟不会的。大师兄，师兄下山查探魔教动静，不知情况如何？鬼王宗现驻扎在河阳，按兵不动，似乎正在等其他各派妖人汇集。我想，短时间内应该不会对我青云发起挑战。师兄，可有查到鬼王之女的消息？天师妹，我知道你担心小凡，其实我也和你一样担心她。之前在定海山庄，那妖女便屡屡蛊惑小凡和鲸羽，如今毒害了鲸羽不算，她竟不择手段地将小凡也带走了，真是可恶至极。不过，我相信张师弟的为人。之前在流波山，他舍命相救于你们，说明他顾念师门情谊。就算是被妖女迷惑，他也断不会做出背叛同门之事。师兄说的对，小凡肯定是一时糊涂，早晚都会清醒的。我也是这么想的。之前林师弟受了魔化重罚，掌门师尊不也原谅了他吗？等我们把小凡救回来，我一定会跟掌门师尊求情的。还是师兄考虑周全，灵儿先替小凡，谢谢师兄了。哎，别客气，小凡也是我的师弟嘛。多年以前，我就是在这儿带着小凡和金羽入门拜师的。但愿他能尽早醒悟，迷途知返吧。道玄师兄的意思是已经不把小凡当成本门弟子了。流波山，他救了多少人的性命，就算不能功过相抵，也不该把他扔出去给三派会审啊！这苍松现在是步步紧逼呀，不弄死小凡绝不罢手。我能有什么办法？谁让小凡这个时候跑啊？那是一错再错。先是放走了魔教众人，现在又被带走了。现在这种状况，我怎么保得了他？他是被别人抓走的，我相信咱们小凡。那又怎样？他若是不想走，那妖女能把他怎么样？陆师志不是说，不是那妖女带走的吗？那又能怎么样？现在去求你师姐，他现在恨不得活剐了老七。找陆师之求情，能有什么用？三派会审，你打算怎么办？要不咱们派个人去把老七带回来吧？不必了。我希望老七永不回青云门，只当我们没有这个弟子。
小凡，你做噩梦了？阿香，你到底在做什么？你知不知道你把我打晕带到这儿来，我怎么向师门交代啊？我怎么向我师父交代啊？你听我解释啊，我也是迫不得已。你要是留在那儿，他们会杀了你的。现在道玄真人正在召集正道3派，包括焚香谷的云逸兰，3日后于通天峰要3派共审你。